还有一类人，韩式世界都发展出贵生人的兴趣，和变做也怎样、怎样，搞不很用的也坚持呢。按照台湾发展出的人工 BJD 的 QT 关节人形艺术，简单来讲，就是一种手脚如凹wei得的偶应用。一代30世纪以来，张学良以从小路过好年来教人工的，许多人跑会感觉讲怪怪哦。不过爷爸爷妈冇去懂伊嘅兴趣，也冇去逼伊讲爱好乜嘅，一路天天的做出像欧洲、日本的偶应用精品嘅人工的。迄唔是見過張學良，請看下作品，拍會覺得也是老師傅做的。順着它這個線的地方把它削掉，然後你在削的時候，你看一下側面的線條，讓它是順下來的。如果說它有這種凹進去的，把它就填起來，把它接在一起。一節課教係按樣用字眼來練學語句，教識喺度高雄。唔過學生嘅實天無按嘢對台灣頭嘅金瓜沙過來嘅，佢爭到高雄2年，漂泊嘅想學一整年，除咗學2年 QT 關節學語句基礎技術，還了解肌肉、骨頭一啲人體基本嘅結構原理，也是喺自家描唔出來嘅。沒辦法，只有這邊有在教。就因為我之前自己做的時候，就是看書學，那可是老師說，其實書上教的只有大概30%而已。那我到這邊來之後，我當然是學到更多東西。這邊學生可能來自北台灣、中台灣比較多。那因為這種東西是它比較屬於專業的東西啦，所以玩票性質的人基本上比較少。那有趣的是，我當初其實也是受到文化局、高雄市文化局的補助，可是其實在地的學生反而很少。按貼片的工作室要按優秀的是，一個台南的人來做，人總會知道奇怪。張學良是喺詳細教導一下，佢做生年時節喺度高雄參拿，也喺度都市地都教書，加工加鋪攞佢土台。後來有在想這件事，就是為什麼我自己有按呢興趣，有按呢想法去做偶研究。有可能是當時小時候就是父母親交代你不要去吵阿公阿媽，但是你又要跟阿公阿媽相處，那你就得自己有自己的事情做啊。張學良自細就學曉讓自家同自家教，佢做研土行內教難人工嘅，也未將影響佢下後嘅發展。佢先讀高職美工科，再去讀大學室內設計呢。按樣佢就做得做自家想做學研究，係講這樣時，家爸家媽必定寄託普通高中，強怕佢咪做冇窮樣嘅。媽媽如果我唔去讀高中，一定唔會畢業啊。如果我咱唔去讀高職好誒，啊，迄實際路上講啊，畫畫、雕塑，迄攏愛自家開好嘅事情啊，嘛過擅長嘅事情啊。去讀安尼美工科，着重在術科嘛，對俺來講嘛過強鬆，唔是讀書路過好啦。當然做嘢，家爸家媽妹妹冇受過，尤其佢做咗20-30年，揾咗朋友可能咩做就冇做誒。我從30塊粘土開始捏，那一直捏到我父母他們就會覺得說，這個東西太貴了，你覺得你做這有用嗎？我父母親也其實也會有這樣的想法，那這就真的是個性的問題，我不想放棄，因為我覺得我就喜歡。為到種買土行來錢，佢對讀高職意思做到暑假冇做平常2年去參與教室打工，9年用研土行來。每因為機會，佢認識日本土行來材料台灣代理商。2年前，日本的材料公司還搶佢成立上海分公司。因為自己是做這種創作的人，看久了，其實你也知道這是很花時間。但是這樣的花時間的興趣到了上海之後，其實在那樣大都市，其實他們是比較求快，
什么东西都要能够赚钱，什么东西都要能够马上看到效果。可是相对的，你会开始想说，我适合那样的大环境吗？有安样机会头下马嘅當歡喜，唔過叫誒，要看真嘅自家唔合適，按嘻嘻哈哈度事業咧。譬如要知道讓打爽，怎做出到嘅成績，讓做上嘅做嘅喏，佢想念嘅啥係，同台灣天天嘅人，天天嘅做嘅感覺。其實我們要的或許已經超越這個。我覺得回來台灣之後，反而是會更珍惜自己是客家人的身份。那運用所謂的剛剛的精神啊，因為本身就個性就我比較積極在追求一些自己想要的東西。對，我覺得這是我的血統給予我的這樣的一個特質啊。這個有時候真是很複雜，就是連我自己做的都在那邊，都要花很多時間弄。同台灣時節係講唔細膩，上次連佢自家做嘅考察，同日本也係歐洲有種球體關節學研究已經發展咗幾廿百年，還有工廠專門同佢做，像張學林一樣，照人下需求，用頭腦、用時間訓練去做嘅創作者，見來見少嘅，同台灣行較少。嗰度做下嘅人形創作啊，或者是做人偶的服裝的設計。就嗰度會誰來？因為你看像吳繼剛，其實他也是做這種黏土娃娃起來的，他也做過啊。只是我們以為他是做服裝設計，錯，他是從芭比娃娃的衣服設計開始。張學林對細節的要求當高，比如講一般人當需要注意學研究木珠，不過佢知道木珠係靈魂，佢搶買國外進口用手工做出來嘅。詳細看哪，一啲精品連木珠人杜行嘅血筋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佢想做創作，唔單止做到正，還做到同人無窮樣。佢做搭隻學研究都有無窮嘅靈性。佢還要將自己嘅心性反映到其他的神道杜行，佢知道佢就正係創作一等珍貴嘅素材。那這些人偶，它為什麼會每個都長得不一樣？因為它代表着我的每天的生活，每個年紀的想法。我為什麼要用一個自私的東西去代表我？不需要，我覺得它應該是像寫日記一樣，把它做出來。別人是用筆寫，我可能是用黏土把它捏出來。佢真感動嘅係，同展覽嘅時節，有人看出一種同人無窮樣氣質，佢以為前度盤嘅感覺。有的老外看到我的作品，會直接跟我說：你做的娃娃會讓我想起我小時候的玩偶啊，或我小時候擁有過的一些娃娃之類的。那我就覺得說，可能有去 touch 到這些人的回憶啊，然後。可是反觀台灣比較多是會說，可是你為什麼不做關公或者是菩薩啊、觀音題材的人形？我研究看來像阿多嘅也中國人，更未加重點。佢第一係作品冇營養嘅靈魂，佢真係青少年嘅素材，因為佢對也台灣文創產業發展青少年嘅素材。愛花時間呢，有內涵有音樂創作，對現代社會講到，乜嘅做先，乜嘅做嘅環境，唔係當時都歡迎。像佢一樣做一件作品，可能幾張嘢冇做半年，我本人是會太戇誒。我們比較多是平面插畫或者是簡單的手工藝就變成文創，所以台灣的文創產業比較少看得到有深度的，或者是有深度的技巧蘊含的這種文化產業。唔過今乜時候一隻廿嘅未來，也除咗幾年嘅收藏，見來見到實際人士，因為關節學研究影響當到變化，韓國關節嘅問題，當時下畫圖，睇那麼粗顯，時裝也逐步一道愛講愛形象嘅藝術領域，也連一般嘅 cosplay 咪好用球體關節學研究。早期 cosplay 它可能是傾向於把自己打扮得跟漫畫裡面的人物一樣，但現在它不用把自己打扮成那個人物，它可以借由人偶來塑造他的心目中的形象角色，所以這其實對未來來說也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商機，可以慢慢的經營啊，因為你要走長久的路，你不能說現在流行什麼就做什麼，那是不可能成功的。
唔聽人流行，佢堅持做自家想做嘅，因為自細就開始學，將自家好嘅事情做好，練出有佢自家風格嘅術語。就算留到家鄉高雄，仍行喺天母安言前期拜師學術語，安樣經驗佢知道，係講一步一腳腳嘅實實在在做到清好，讓世界天朝會看到。